伫咧桃园嘛有不少人家厝大楼因为地动受损，桃园市建管处到当已经收到超过600件地动了后的建筑物鉴定的申请，其中却是有不少乌白申请的民众，还真正有紧急需要协助的案件，都要排队等真久。4月初3，花莲的地动到当，伫桃园市有不少人家厝甲大楼条仔甲壁壁起，或者是结构受损等等的疑虑。建管处从地动迄天就启动专案，民众是真侪人来申请，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600件。当初发生地震的时候，住户的确是蛮紧张的，土木技师工会来协助帮我们做社区的勘验，结果是都没有伤到主结构，所以住户也都很放心了。不过，建管处最近嘛发现讲，这个地动了后鉴定的服务，有民众是懒散咧使用。透过技师到现场了后，厝主阁临时取消，或者是直接轰炸伫社区外口袂当入去。有诶，阁甲技师当作是免钱来检查厝诶人。历史真正有需要协助的财损案件是大拖车，互地动了后鉴定辨别的这个服务的好意，规个走进去。迄今为止，已动员了400人次的一个技师投入震后的一个安全评估的工作。有些技师到现场以后，甚至发觉房屋并没有灾损的状况，民众提出请技师顺便见检的要求，或者是屋主不到，或者是屋主到了，但是却没有跟管委会协调好。后续针对社区灾后的鉴定，建管处请管委会或者是管理负责人会诊了后，做一个提出申请，互技师会当做一届就同一个社区来做评估，互资源发挥到上大的效果。嘛加强自身的审核，确保灾后危险建筑物紧急的评估会当有效率来运作。嘛提醒市民爱合理利用社会资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